世界不斷發展，而中國亦都需要發展。到底中國同中國人點樣先至可以喺當今千變萬化嘅世界裏邊互借東風，進退有道，向前發展呢？中國與世界呢個節目，同你一齊努力打開呢道大門。節目主持劉銳紹，歡迎大家收聽呢節中國與世界節目。眨下眼啊，一年容易又六四啊！今年呢就係六四28週年啦，眨下眼嚇。咁啊28年前呢，我仲喺北京我嗰陣時呢仲係呢個點講啊？到後期啊，子彈喺我頭殼頂度飛嘅，我真係耳邊咇咇聲。我話我生高啲呢，我就一定中槍身亡㗎啦！嗰陣時嚇嗱，咁無論點都好呢，28年嚟呢，有好多事情呢係值得回顧一下嘅。咁尤其是呢，六四28年前嘅，同今時今日嘅社會、香港青年人等等有咩關係呢？咁真係要揾啲青年人同大家去研究下呢個問題。今日請嚟嘅嘉賓呢，係香港支聯會嘅常委趙恩來。大家好。係啦，嗱咁或者先請教下佢嘅。而家你今年呢，你都係喺支聯會六四悼念嘅活動裏邊呢，擔當一個比較即係主力嘅角色啦。咁樣冇咁講，大家幫手啫。今年嗰個嘅六四嗰個活動，主要有啲咩特點啊？其實每一年六四我哋都會係有啲悼念嘅活動，因為其實六四燭光集會本身有一個悼念嘅活動，希望大家去到為着28年前喺北京殉難嘅一班年青人啦，咁去到悼念佢哋為民主而犧牲啦。咁其實你話獻花、悼詞呢啲默哀呢啲係不可或缺嘅。咁但係其實過去咁多年，其實我哋都會嘗試喺呢個集會入邊去到有啲元素去到表達翻我哋其實支聯會一路以嚟喺香港嘅社會喺度點樣支援中國嘅民主運動。咁其實今年我哋當然啦，咁喺香港嗰部分，可能我哋會揾一啲年青人去到上台去到獻唱啦，去到分享佢哋嘅睇法啦。咁與此同時，其實我哋都希望係結連翻中國內地。其實我哋睇28年以嚟，咁好似香港人每一年只不過係點一支蠟燭去到支援內地嘅民主運動，但係究竟內地嘅嗰一班人喺呢28年以嚟，咁其實佢哋其實有好多人喺度默默耕耘，而部分嘅人到咗今日仲係身陷囹圄。咁我哋希望將佢哋嘅努力，希望透過集會個平台去到話俾全世界知道啦。咁當然我哋會有呢個天安門母親群體嘅一啲，即係當年死難者嘅親屬啦。咁佢哋去到講翻佢哋今時今日嘅感受啦。與此同時，我哋都而家準備安排緊係會唔會係有一啲其實今時今日其實因為喺中國大陸悼念六四本身係已經係一個罪嚟㗎啦。有好多人就係因為悼念六四或者去到話俾人聽由28年前有六四呢件事，已經係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罪啊等等，係唔止添啦。喺六四呢段期間，好多同六四無關嘅，但係被官方視為係敏感嘅。咁譬如好似話國內同性嘅議題嘅討論，而家都開始呢段時候，總之你一有意見聲音嚟講咧，佢全部將你打散晒，即係唔止六四咁簡單啊！因為其實喺當然啦，六四一定係一個禁忌啦。咁其實你話內地可能有我哋叫做人權嘅捍衛者，咁其實佢哋講緊可能係關注艾滋病、關注乙型肝炎，咁呢啲大家喺香港睇嚟好似係好正常不過嘅一啲團體。咁其實喺內地去到要求即係希望人哋關注，咁其實都被政權去到視為係一個風險嘅因素。所以國內而家有啲人講5月嘅維穩費啊，係特別零舍係多咗㗎。因為點解咧？你唔係等6、4㗎嘛？5月已經係將啲人嗱，你去邊度旅遊或者邊度分開，呢啲費用咧係5月係特別多嘅。6月就更多啦。6月咧，咁就睇下到邊個階段啦。嗱，所以呢啲咧，大家就28年前
嗰種封閉到今時今日咧，其實係越嚟越嚴重嘅。係誒，你正話提到話今年嘅六四晚會有年青人參加，咁好似呢啲年青人咧，係真係好年青喎，同埋係第一次喺六四嘅悼念活動裏邊咧，佢哋自編自導嚇，有好多活動喎，係嘛？係啊，冇錯啊。其實今年我哋支聯會啦，咁其實同一班中五嘅學生，咁佢哋組咗隊樂隊啦，咁樣佢哋就會自己作咗啲歌曲，咁樣會係上台獻唱，去到表達翻自己對於六四嘅感受。因為其實而家其實香港係有兩種人嘅，一種就經歷過六四嘅一群，一種就係未經歷過六四嘅一群啦。其實我都係其中一個，因為我六四嗰陣時我都係得2歲幾。我係第一類啦，我係第一類，我親身在現場，同埋咧有好多參與嘅經歷嘅。係啦，咁樣其實大家嗰個對同一件事，同六四事件，其實大家有唔同嘅感受嘅，即係話好似我哋呢一代咁樣啦。咁其實我哋係冇一個親身經歷嘅，我哋係即係少咗嗰一種激情，嗰一種講好難磨滅嘅記憶，但係咁都有一個冷靜嘅元素喺度嘅。係啦，有個當然啦，有個冷靜嘅元素。與此同時，我哋講緊係要捍衛一個核心價值啊嘛。希望有人去到即係北京政權去到開槍鎮壓學生呢一樣錯事，要去到繼續去到爭取佢平反啊嘛。因為當我哋唔記得佢、唔提佢嘅時候，呢一樣嘢就慢慢淡忘。我哋好擔心會呢一樣嘢會即係血腥屠城會再次重演咯。嗱，好啦，你即係講到嗰啲同學仔咧，Form 5係中五係咁我今日發覺咧，有啲人形容佢哋叫做反潮流。咩叫反潮流咧？其實佢哋唔係話作反嗰個反喎，而係話大家睇到而家好多後生仔咧對六四都冇乜感覺㗎啦。咦，佢哋咧唔係喎，佢哋覺得六四係要有佢哋嘅表達嘅咁樣。就你同呢啲同學仔嘅接觸啊，你覺得佢哋點樣認知六四，同埋佢哋而家嗰個嘅心態點解會反潮流咧？因為大家唔記嘅時候咧，佢哋覺得仍然係要保持呢個溫度，要記憶嘅。佢哋嘅諗法係點咧？不過其實公道啲講句，咁其實咁多年即係近呢幾年啦嘅六四燭光集會，咁其實本身年青人即係講緊30歲樓下啦，咁其實係呢個集會參與者嘅主力嚟嘅。咁其實我哋睇到可能喺傳媒報章裏邊有好多喂六四關我咩事啊？六四如何降咁嘅論述。咁但係嗰啲年紀仲輕啲㗎啦，嗰啲就係啦。咁樣就但係我哋要成件事去到睇翻，咁其實呢個社會有唔同嘅睇法。咁當然啦，你話你喺呢幾年去到話我支持支聯會嘅活動，或者其實我哋成件事其實你唔係支持支聯會啊嘛，係去到為着六四屠城呢件事，我哋去到喚起一個記憶，唔希望呢一樣嘢被呢個社會被世人去淡忘。當然啦，喺我同年青人接觸嗰度，咁其實我都發覺有個共通點嘅。其實如果呢28年嚟係冇呢個六四燭光集會，冇人再提起六四呢一件事，或者漸漸地係會令到呢件事好似從來冇發生。因為而家咧新一代咧，你喺香港講六四嘅過程其實已經少咗㗎咯喎，咁所以咁我從來唔擔心，亦都唔會灰心嘅。因為點解咧？而家嗰啲青年人，佢可能種種原因啦，甚至上佢未進入個社會，未感覺到同一個政權喺唔同嘅年代俾嘅壓力。當佢進入社會嘅時候，佢就會感受到呢個壓力㗎啦嘛。咁自然咧，對六四啊、對歷史啊等等咧，又會有一個新嘅諗法嘅。佢而家呢一種所謂嘅冷漠啊，或者脫離啊，我覺得唔係常態嚟㗎喎。但係始終大家都要喺個社會度聽到人講呢一樣嘢。咁其實無論支聯會又好，或者其實好多民間團體喺都好，其實一路喺個社區嗰度不斷去到提，去到5月6月就提我哋要無忘六四嘅時候，去到分享翻六四嘅睇法嘅時候，某程度上係一個傳承嘅過程嚟嘅。咁學校唔教嘅時候，就係要靠我哋喺個社區裏邊去到口耳相傳。呢一樣嘢正正係年青人嘅切入點。當年青人聽都未聽過六四嘅時候，咁大家就唔會去到莫講話悼念啦，係啦，唔會去爭取民主啦。咁與此同時，其實
整個香港嘅民主運動啊，到咗今日啦，其實六四係一個好重要嘅轉捩點嚟嘅。其實我都每年都六四前咁上下啦，啲學校我覺得唔係話冷卻㗎，我都好多，即係一個接住一個。嗱，咁呢一度咧亦都提到一個問題啦，就話去悼念六四，讓大家感覺得到呢個唔係同自己無關嘅歷史嚇。咁你點樣睇當年嘅事件同今時今日具體講香港啊嗰個尤其是新一代啊個關係係點呢？嗱，本身其實六四事件係影響住香港先。我好多時候面對呢啲質疑，我都會去到講話，因為其實當其時香港今時今日有好多問題嘅出現，譬如我哋講普選，講23條立法，其實某程度上係因為當年嘅六四事件，令到北京政權去到改咗自己嗰個基本法嘅修訂稿，23條就喺六四鎮壓之後壓落去嘅嚇。係啦，當年學生爭取民主，今日嘅青年人係爭取雙普選。喂，呢個共通點其實一擺出嚟，大家就感覺得到㗎啦。係啊，even 係呢個普選都係咁。其實當初你睇翻整個基本法嘅初稿，其實對於香港嘅普選係寫得好寬鬆嘅，即係基本上你去到97年回歸之後咁就會陸續去到落實呢個普選，唔需要搞咁多嘢。而家就唔俾你，咁其實你唔能夠話六四係完全同香港冇關係，因為今天香港面對嘅困境，今天民主運動嘅發生，咁其實都係因為六四呢件事，係啦。嗱，咁另外咧，大家就話啦，嗱六四。更早之前，你話再數到五四運動，咁中間共產黨執政之後咧，就係壓過一輪啦。咁跟住咧，六四到而家好多嘢咧，歷史證明，嗱呢個我唔贊成呢一個觀點啊。佢話歷史證明爭取係冇用嘅，咁跟住咧，共產黨而家咧就係越嚟越強啦，全世界咧都佢喺度有佢嘅影響力㗎。啲人就話。佢喺香港，如果咁啊，倒不如移民啦。嗱，呢啲有啲係有能力嘅人，同埋有個別一啲後生仔都會咁啦。你點睇呢個問題咧？即係話，喂，佢咁惡，我避咗佢啦，倒不如咁我哋從來都覺得逃避唔係解決問題嘅方法嚟㗎嘛。你就算走到天涯海角，咁其實你而家今時今日中國政權佢而家以強國大國去到自居，其實嘅魔爪漸漸去到伸去唔同嘅國家。聽到呢個桂民海喺泰國俾人捉翻去，跟住其實喺香港其實都當然唔係一個好安全，你唔係唔理件事咁就可以逃避到啊嘛。而家個問題係我哋要去到杜絕成件事，或者去到就係要去到爭取一個改變，爭取中國政府或者呢個政權嘅改變。我哋唔知道今天我哋做嘅嘢有幾多效果，但係我起碼我做咗，因為有時即係小成多，聚沙成塔嘅啫。咁而如果悼念六四冇用，爭取平反六四冇用嘅時候，其實每一年嘅六四前後，中國政府就唔會用咁多資源去到打壓民間去到悼念六四啦，唔會有咁多資源去到嚟喺香港去到製造一啲反對我哋悼念六四嘅聲音啦。咁我覺得我哋做緊呢一樣嘢係有作用嘅時候，所以北京政權先至去到懼怕我哋咯。大家記住一樣嘢，即係話而家好多時候呢，就睇見眼前做唔到咩嘢，因為大家係用句號嚟睇問題，而唔係用逗號嚟睇問題。睇翻台灣228事件啦，係嘛？佢由即係40年代末期，佢花咗幾多年啊？佢都40-50年啊！因為嘅政權嘅需要咁李登輝借住嗰個機會咧，係平反咗228事件。雖然唔會話我哋今日去到喺維園點支蠟燭，我哋唔會相信第二日就會平反到六四，但係我哋相信呢一種情緒去到表達嘅時候，係對呢個社會係有作用。其實呢個係一個保溫嘅作用。眼前呢，即係一個運動喺唔同嘅階段呢，係有唔同嘅作用或者角色嘅。眼前大家會睇到啦，個保溫作用呢係好緊要。如果唔係呢，就等於一個接力賽，中間嗰棒跌咗，
嚇，咁你即係冇人能夠走到最後衝線嗰棒啦嚇。大家哋睇下香港喺呢度呢，能夠逼開個口撐到幾多，一定要努力。點解呢？我哋睇下大陸啊，好多有心人、熱心嘅，佢哋喺咁巨大嘅壓力之下，佢哋仍然要做大石下嘅螃蟹，喺隔離挖鬆啲泥呢，都要冒翻個頭出嚟。其中一個大家一定要觀察嘅，就係國內好多呢類朋友呢，佢哋係將民主嘅訴求嘅爭取包裝喺公民權利嘅事務裏邊。嚇嗱，呢個大家記住啊嚇，佢哋呢一種咧，慢慢係積累緊一種唔怕官，同埋你玩法律咧。我哋同樣可以喺法律裏邊嗰個嘅爭取，雖然個法律係惡法，咁但係關鍵就係民氣啊嘛。老百姓如果有足夠嘅即係認知嘅時候呢，大家又會諗到大家嘅方法嚟噶嘛，所以千祈唔好放棄就咁解啦。嗱，喺咁嘅情況之下呢，又翻支聯會嗰度啦。支聯會係起咗一個好好嘅保溫作用。咁而家大家就話啦，嗱，你形式上邊咧係多一啲青年人可以參與，引起佢哋思考嘅。咁支聯會本身嗰個嘅年青化嘅問題又係點咧？嗱，我最近睇呢幾年我睇到係好嘅喎。嗱，你哋啊嚇，周幸彤啊，一批朋友啊咁樣嚇，你覺得個年青化嗰個問題點樣推展落去咧？咁每一個組織都需要去到年青化或者呢個接棒啦，所謂。咁其實支聯會講緊一個20幾30年嘅組織，咁其實即係大家都嘗試去到吸納一啲年青人嘅聲音啦。咁當然咁其實支聯會我哋平時可能睇到去搞呢個6·4燭光集會，咁但係其實支聯會除咗6·4燭光集會之外，咁其實喺全年其他364日，咁其實大家我哋係會嘗試用唔同嘅方法去到宣揚點樣支援中國嘅民主運動。譬如我哋過去啦，咁樣就擔當其中一個角色，就係萬一內地有啲乜嘢嘅維權人士或者一啲重大嘅勞權嘅案件去到宣判或者俾人拉咗，咁我哋會喺香港喺度聲援佢哋啦。希望透過香港，因為香港今天仲有資訊自由，可以透過香港呢個平台去到將內地嘅呢一啲問題去到揭示出嚟。咁呢個係一個方向啦。第二個方向就係我哋籌辦呢個6·4紀念館啦，希望一個記憶能夠喺個香港呢個社區裏邊去到散播出去啦。咁當然我哋亦都不能或缺嘅就係平時我哋喺唔同嘅媒介，我即係呢2年我啲新嘗試啊，搞下啲網台啊，搞下啲社交媒體啊。以前我哋一路做開嘅，喺用唔同嘅形式，可能去學校去到做宣傳工作啊。咁呢啲其實我哋都一路去到做緊。當然啦，好多人可能會質疑6·4燭光集會係一個行禮如儀嘅集會，但係本身一個悼念嘅活動嘅時候就係嚴肅㗎啦。咁我哋大家其實嚟燭光集會唔係追求一個演唱會或者歌舞表演啊嘛。我哋係去到希望去到為咗28年前犧牲嘅民主烈士鞠個躬嘅啫。嗱，咁呢度咧就引出一個問題啦，即係話嗰個悼念嘅性質同你悼念嘅形式嚇。咁我就覺得咧，即係個形式就可以繼續你話創新啦咁樣。咁嗰個調子，咁你新嘅節目同樣係可以保持咁嘅調子嘅喎。嚴肅嘅，係啦，我哋唔會話好，即係你冇可能喺一個悼念集會裏邊好開心，或者變成一個研討會咁。當然啦，研討會我哋每一年6·4之前，我哋都搞好多嘅座談會啦，或者喺喺唔同嘅社區喺街頭去到做講座啦。咁呢啲我哋都會繼續去到做，希望唔同嘅場合，我哋做唔同嘅嘢咯。咁無論點都好啦，都係要薪火相傳，而薪火相傳呢係有行動、有方法嘅嚇。今日呢，我哋好多謝香港支聯會嘅常委趙恩來喺我哋自由亞洲電台《中國與世界》嘅節目裏邊呢，係分享咗好多問題嚇。我哋好多謝佢，下次節目時間再見。